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这2天，川普当选了后，中国煞来有动作。这是新台币45条来花债，这敢是伊被川普扣着因的高关税。其实，川普的步数还佫真济，中国的欢迎敢是一去不再回。今仔日专家甲咱来讨论。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蔡明峰。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普英科大共同教育中心教授蘇家宏。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第三位呢，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研究員王國成。主持人好，大家好。第四位主持媒體人蔡玉珍。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繼續咱就來關心，中國嘅經濟是真困難。那麼青年這個失業率呢，懸唔是新聞咯。不過最近有20萬嘅大學生對鄭州騎車騎到開封。有人解讀講是要小偷就業，可能找無頭路的情緒，為着要救經濟，那麼佫拄着川普當選提高着關稅壓力，中國政府嘛頭摸佇手。中國人大常委會最近通過了人民幣10條化解地方債務，要刺激經濟措施。講到這吼，觀眾朋友你先賣轉台，先來了解講什麼叫做化債。那麼化債呢？咱先來看吼，字面上就是2028年進前，地方未償穩性的債務對14.3條降至12.3條，就是講要甲這個銷拍掉嗎？哦，這頭一個問題。第二個10條人民幣化債呢，會當有更較濟資源投資到經濟發展，意思是講。地方政府免行這銷嗎？哦，這第二個問題。第三，因提出了講中央啊出4條來協助置換地方政府穩性債務，每年專款的債券8000億。哦，你看到咯？第二是講吼，我互你的債券哦，你摕去。另外第5呢，提高地方政府的債限。額度3年，這額外會當發行到6條的專款債券，就是講我會當閣互你借，啊，但是借啊銷是寄你佇壁嗎？還是講一筆勾銷？按照中央來一直印鈔票，敢是安尼？老師，其實伊即馬要用這個方式吼來甲地方的。即個欠銷慢慢甲化掉以後，以即馬規模其實是有一點仔較困難的吼，因為地方吼即馬目前面對着較大的即個困難，應該是講即個廠商無要投資啊，啊伊過去咧賣即個土地也攏賣了啊，啊廠商無要投資，啊人民甲無啥想要買厝，啊着對着伊未來一寡稅收咧，就會產生較大的即個減稅去吼。扣無稅，主要扣無稅。啊，減去以後，你若講即馬中央政府要透過講安尼10條來分予大家，咱嘛會當知影講中國每一個無共的即個地方政府，因欠銷的即個比率是無共的，因有伊的所在吼欠銷吼，即個比率吼佔着因家己本身的即個產值吼超過它3倍啦。3倍意思是講我賺1塊，但我欠人3塊啦。啊，散到叫貴了。對啊，所以當然這佇一寡所在，伊可能較趁無食，伊會出現即個現象。一寡較趁有食，伊可能無遐嚴重。但是這本來趁有食的所在，有廠商想要入來的所在，本來比如講上海啦、深圳啊這個所在，這個外資人慢慢啊刷出去以後，啊是講咱這個台商慢慢啊刷出去，啊是講包含着主持人對啊講着講即個美國的即個 Trump。伊若起來了後，伊若對着即個中國甲扣即個重的即個關稅，有可能即個地方伊就即個城市伊就佔袂掉啊。啊若含即個所在伊攏佔袂掉的話，
你坑这10条的，你要坑南对，你要坑南这个发展较好的都市吗？还是要坑南这个发展歹的地方？还是要坑南所有的每一个这个城镇，大家拢分到差不多？啊，若分到差不多，咱知影讲啊，这个钱就变成拍水流去啊，无效也变拍效。啊，你若讲要坑南这个城市的话，可能有一点仔效果，但是这个效果咧，若要讲伊敢摕10条，你若去看伊这个外资伫去年到今年入走偌济？对，减去的数字，甲包含着伊家己真侪厂商，因为这个美中这个科技的冲突，造成着真侪厂商为了避免着去美国科技管制也好，去动关税也好，因拢刷对越南、刷对美国、刷对这个印度这些国家去啊。所以你整个来个看，当然你等10条落去，一定会有一寡影响的。但是这个影响咧，是绝对无法度互中国的经济互伊起来。我的点就是讲，是安怎干那10条？若是照老师安尼讲，咱干那10条，还是讲无咯？其实我用台币来算是差不多45条的这个台币呢。啊，这金额是算多还是少？老师？我对遐讲就是讲，这个金额算无济啦。算无济。嘿，因为你若看外资刷出去的，中国的资金刷出去的，占伊的比率，中国的这个 GDP 啦吼，国内这个生产贸易差不多126条啦。嘿，啊伊等10条落去。啊，而且分做5年。对。一年2条。分做5年，啊你遐甲分足济地方，你等于无啥效益啊。无爱先救迄落三角救，要叫贵掠去，莫倒去啊咧。啊，你救迄个，你讲啥要有贵掠伊的这个都市，你甲救了，伊都救袂起来啊。这是重点，因为你这个本来较繁荣的这个都市，拢已经慢慢咧切落去啊。啊，你有一寡这个城镇，伊有可能你甲救，伊嘛好袂起来。啊，你无甲救，伊嘛袂讲一日啊就无伊啊。所以我想应该袂一开始就去救这个啥要有贵掠伊的都市啦。哦，啊，有诶，就要帮我倒，苏老师安怎看？这个中共的人代吼是心意通过吼，因国务院的提案啦吼，啊这提案的宗旨足明显的，就是要化这个拍销吼。那但是伊的钱呢，他拄仔咱讲的10条吼，是其中的6条是2024年吼，24到26吼，分3年来拨的，剩的吼是到29年呢，吼，所以咱听起来这个数字吼，听起来10条敢若袂少啦吼。那尤其你即摆来甲迄个分做讲吼，一次啊吼，一次报批，那么分3年实施，甚至呢，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到2029年，吼，所以我感觉咱进前吼对一件代志吼有所期待，讲啊，伊这敢若袂输咧对这个川普吼当选了吼有所应用吼，拄啊好开票啊，甲投票他们开票日吼，时间点拄啊啊进前吼，迄个外媒吼，就拢已经拢有咧介绍啦吼，好安尼风声供应吼，实在是高市咧放消息的啦，吼咧放利多的啦吼。啊，早的到尾啊出来呢，伊是分做这样那几年来导入的啦吼，所以咱袂当讲杯水车薪啦吼，是有一定的目的伫对呢，就是要抑制呢，这人民票吼，袂伫短期内面吼通货膨胀啦吼，所以伊再慢慢来吼，伊并不是讲要直接去因应川普的，吼，这大招。这个基招，吼，这可能搁了表，吼，这目前伊所面对的问题，就是要化解家己的内部的这个问题，吼，避免过度印钞，吼，那会当避免冲击到人民票的汇率。老师，是安怎要避免过多的这个印钞纸，啊，甲这个化税，这中间的这个关系是啥物？讲咱观众朋友听。对，最主要是安尼啦，吼，咱这个。中国的经济吼，其实卖讲川普的当选啦吼，川普当选大家一致都不看好啦吼。那中国大陆的经济呢，
前一段时间以来吼，大家都拢无感觉讲啊，伊的势头有好啊，还是安怎吼？那是不是到谷底啊吼？我一时吼，大家可能拢无遐乐观啦吼。哦。吼，那个你这个评估的情形之下啦吼，那无迄个重拾吼，这个消费市场的信心啦吼，啊，就是讲将来可能要面对迄个外债啦，面对这个关税啦吼，啊，等等的这个问题吼。那川普若讲迄个所有的这个伊要当本土吼，重新构建伊的这个制造业生产供应链，对，供应链全部拢等于美国吼。那么这个时阵，大陆的经济吼，可能搁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吼，会看歹的时阵啦吼。但是这嘛会刺激因吼，家己行家己的自有品牌、自创品牌，从而去拍开另外一个市场出来。吼，这其实任何代志吼，你看到好的吼，但是你要想讲吼，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啊。拢正面反面吼，拢有诶啦，吼。那未来呢？未来这段时间啦，吼。那么我相信啦，吼，我相信，川普呢，伊这个人吼，伊嘅行的是国际政治吼，国际政治商业化啦，甚至伊家己个人有足强烈的色彩。甲你讲钱，无咧讲价值啦。无毋对，甚至伊嘅家己嘅囝婿，伊嘅后生，咱嘅长期嘅观察。大概顶几任的经验，哈，他告诉我们哈，那个不是谁当内阁的阁员而已哈，伊的家人哈是有咧插代志的，好，那么你这个情形之下啦哈，那么种种的理由啦哈，避免地缘政治的风险啦，等等的这种讲法啦哈，拢会使得中国大陆吼较会用。啊，你若要讲国际政治商业化，来化嘛？哎呀，我让利互你嘛。好，那么这个时阵，咱两个会当达成某一种这个怎么样呢？贸易合作的，公私皆宜的这样的一种协定的话，那么我感觉台湾的处境可能会较尴尬啊，较危险，有这个风险伫的。老师安怎看？哦，这个有几个问题要先梳理。第一个，为什么要救地方的隐形债？啊，那再回到去年的贵州省有个遵义的城市投资建设债要违约，要爆，那所以人大就带着4大行去救，所以才一系列的开始要化债。那这个现在救的叫做隐形债，什么叫隐形债？指的是我们一般叫政府债嘛，他是说，因为政府债中央会管，所以他就成立一个投资建设公司，背后叫贵州，可是我发的叫公司债，所以呢，现在要把这个公司债变成政府债。那回到主持人说的关键点，就是上个月人民银行就是我们的央行，类似我们央行，说买断地方债，所以这些地方政府发的债，大部分是由银行买，因为银行不可以，人民银行不可以直接买，所以由银行买。银行买之后呢，现在可以直接卖断给人民银行，就会大家主持人说的印钞。那为什么要分6？对，那为什么要分3年？因为1年印6兆实在太夸张，所以要分3年。你再招去多一个啊？对，所以他要分3年印的原因在这边，3年要化债，否则人民银行水龙头打开6兆、10兆都不是问题啊。但是照他蔡老师所讲的，就是讲这分做5档啊，一年这几条，然后就少，安尼搞不好。当然没有用啊。那回到最后，刚才主持人有提到10兆，10兆其实在我们应该全球来讲，我们是最早提出来10兆的。我们在去年就提出来，你要先拿出10兆，10兆要干嘛？不是拿来老师您先讲的，我那个都有那个录影的，就是10兆不是拿来救地方政府债。是10兆，是5月17号何立峰讲的，是要去化解库存房建商的负债，而且这个10兆什么概念？是1年的负债哦，流动负债。几年啊？总负债所有前100大建商是100兆，要求过嘞。所以华尔街在上个月才讲，10兆也是小点心，前菜而已。
大菜是要100兆才能真正解决地方的问题。啊，伊这5当头头消化10条，啊，伊这100条是要去倒位消化啦？拍锣拍鼓，啊，这下性命因伊都来不及啊。国际货币基金 IMF 有统计啦，中国的地方债啦、隐形债、中央债加起来大概是77%，美国是100%，那日本是200%，所以真的中国大陆真的要硬，现在世界第2大，他要硬，大家也只能认啦，否则你要看着中国垮掉嘛，那灾难嘛，所以他不趁现在硬，那以后更难硬。所以我们会觉得，其实习近平反而在这方面是很胆小的。那等到川普上任再硬嘛，当然怎么想也是现在硬，先硬10兆啊，先应付一下。对啊，不是先川普上来之前硬啦，否则川普上来就打他了。有经济你安怎看？其实吼，这边11月7日就是才开这个20届人大常会嘛，吼要开这个会进前哦，其实你若详细看这个上海、深圳啊，个香港的股市吼，大概伫个9月中的时阵是上低点吼。这个月吼，将近2个月的时间，吼，差不多1个半月的时间，其实拢起来。吼，这段时间，不止因家己内面哦，包括台湾的股市内面有一寡即个沪深300即个 ETF 吼，其实嘛拢反映出讲最近有这个消息吼，啊这个消息就是讲因为习近平要提出一寡政策来解决因的地方债务的问题，但是大家拢知影讲中国的经济严重性非常的歹救吼，大多讲10条是要安怎救？大多即个王老师讲的，即个国际货币基金甲伊统计啦，统计讲吼中国吼地方债负债到底偌济吼算起来讲差不多177条啦吼但是177条还佫伤低，有人讲吼至少200条啦，所以你提这10条。其实杯水车薪，就是无法度解决什么问题，但是有伊的宣誓宣誓的效果，就是讲，我吼为着那川普动算了吼，中国的经济，咱家己有家己的做法，家己有家己的即个救经济的方式，包括讲吼，你可能最近看到做者影片讲，华为吼，我嘛足厉害，我唔免台积电，唔免你讲。同意的即个半导体，我嘛会当做出袂歹的即个AI 个即个先进的半导体的产品，包括你看讲，哇，阮阁有一个宝贝叫做梁孟松，所以梁孟松我嘛甲保护起来，要保护梁孟松的激素参保护习近平是共款的，大家应该看到足侪即种的消息，包括讲吼，你看什么重庆啦吼，伊的即个地铁偌厉害啦。伊的电动车、自动车吼，个免人驶这种自驾车吼，有偌高，结果吼，拢是宣传，试落了，大家拢看着讲，拢把布是讲哪会安尼吼？但是伊的大内宣的效果吼，是要互大家知影讲，这段时间因的经济有这个起色，要互消费大众有信心。但是伊唯一的做法就是讲吼，要互因的内需，因的内需救起来。但是我感觉较悲观的是讲，包括11因的长假，包括这边的1111，中国，你若看到讲11，这个消费有金额出来，你看讲大家足感慨吼，安尼就是内需嘛，伊的内部需要有数字有出来嘛，结果11无，这个光棍1111嘛无，所以吼，我感觉这个政策提出来了，包括川普的动算，包括搁刷落来1111，马上互你看到讲，救经济的效果无介好，所以吼，我感觉爱去观察。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到明年10月中，川普动算了后，伊到底对美国的这个关税是要安怎处理？因为包括讲，伊即马本来因的几项物件嘛，电动车嘛，太阳能啦，个这个LED 吼，再个包括就是面板啦吼。
伊本来讲靠遮要销出去国外来救伊的经济，结果即马我看起来是难度真悬啦吼，所以要靠遮的物件销去欧洲、销去东南亚来救伊的经济，即个效果嘛做袂到，所以伊即马。这边的这个11月7日，这个人大就是讲，我要宣誓讲，我要救内部，我要靠大家的消费哦。啊，地方这个债务吼，其实做歹讲的，因为伊的隐形债务真正有够济，所以10条无够看。但是宣誓效果有互股市，你看对9月中到即马吼，其实伊的涨幅佮起起来，这个效果真正是袂歹。所以包括外资，包括台湾做侪投资者，其实拢嘛感觉讲，敢若有即个起，就是有淡薄仔吼起色，还有回春的起色。但是爱去观察，我即摆要甲大家讲的是，这段时间其实对习近平来讲，伊足头疼，因为伊唔知影要安怎面对美国，所以爱去观察讲吼，伊会对这个川普的动算，伊会提出什么款的做法？是蔡老师吼，他当然苏老师也有讲，伊讲第一，川普有可能老师对川普的这个观察，伊认为川普会甲中国达成某种程度，吼，不管是私人还是美国甲中国之间的这个经济合作，吼我先莫讲甲台湾的关系啊，合作了后，中国的经济就此就会当救会起来吗？危机就会当化解吗？其实我先讲就是讲，以川普最近伊一寡联署案，吼，包含着上新即个鲁比奥，已经要入去川普的政府啊。因这过去对着中国拢是非常势力、非常顶真的，所以你对川普这件伊这个联署的命令来看吼，伊要参中国和解，有可能，但是大家莫袂记讲过去伊嘛捌参中国签一个第一届的合约要和解，但是中国到这个东西也未做到，吼，伊本来讲答应咱要做的条件，吼，过去老贺去签的，到今也未做起来。你即马甲要谈讲合作嘛，会使啊，但是你有法度做到无？你若无法度做到，其实这个合作就变成无效益啊。第二点就是讲，互美国讲我即马要参你合作，我会当参你达成一个协议，啊，你偌久才会当达成？唔知影，一定会开菜单互你嘛。你当时要达成，你也无法度达成，安尼要安怎？那有无法度达成啊？咱若讲伊即马先提出讲，我先参你讲，啊先讲，啊大家就感觉中国发落起来嘛。我举一个例啦吼，大家拢讲即马中国即个无人的车足强的，其实即马中国无人的厝嘛真济啦，嘛是足强的。足强。咱若要讲中国的经济话，比如讲咱举一个例啦吼，你若讲一台车，你的油箱无啊？即个10条就那像油，我也加满，啊但是你引擎就歹赢。你引领的歹，咱咧讲的经济引领是啥？经济引领就是出口嘛，就是爱有投资啊，就是爱有消费。你的出口、你的投资、甲你的消费啊，规个拢无伊。咱观众朋友想看嘛，讲敢有可能会当互即台车驶互行，就驶袂行。第二点，你若要讲中国参其他国家的即个合作，莫讲美国，即马连欧盟对着中国拢真势利，因为中国因过去即个电池啦，吼，即个自动车对着因的伤害是非常大。欧盟也好，美国也好，甚至是日本也好、韩国也好，这个国家即马对着中国的出口是足势利的。中国过去伊的经济啥会当安尼成长？咱若讲变速箱来讲，一台车的变速箱来讲，我会当拍1档、2档、3档，看我要驶偌紧。即马你是无档头啊？因为大家拢无爱参你往来的时阵，大家拢参你减少往来的时阵，你车要驶好紧嘛真困难啊！我只用这个例来甲咱的观众朋友讲，就是讲，中国即卖的问题已经毋是干那讲别个国家要参你合作的问题尔咯。因为对着美国来讲，伊的科技管制要放互松，绝对是无可能的啊。那川普伊想要互即个美国甲再一件的伟大。伊敢会当互中国起来？无可能。伊会当放互俄罗斯啊，甲继续起来吗？嘛无可能。所以大家即马伫遐要讲啊，即马
落雪啊，要救落雪啊，要来拍中国，安怎？我嘛迄想伤济啦。美国敢真正落差啦，讲需要落雪啊来拍中国？中国即摆已经无够惨吗？所以你若对即几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中国即摆是真正，咱像拄则几个来宾讲的，讲已经是冇咧烧啊啦。当然，上好是伊后壁有一寡资源会当摕起来供应伊的经济，有法度继续发展。啊，若无伊即摆外资入去减少，内资拼性命想要往外口去行，中国经济即个引领是绝对捧袂起来。上重要，咱有一个观察的重点，一个国家若大家拼性命要入去，你敢有需要去做资本管制？你敢有需要去讲哦？你袂当出来哦，无需要嘛？你一定是大家拢拼死也要出去，你开甲你的门关要较细，开做严格审查。你即个国家，你若讲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即个民主的国家，你敢有需要去做言论的管制？嘛无需要。所以同款的道理，你会去对着啥物做上严格管制，代表你伫这方面绝对是出现着真大的问题。好，所以我会感觉讲资本管制这个部分是会当显示着中国的经济是一步一步吼愈来愈歹啊。是，苏老师，针对着这个蔡老师所讲的资本管制，那么这个中国的经济引领，你对伊的评估是啥物？进前几日啦吼，上海的美国商会离台湾、离大陆吼，拢有相当的这个发言的力量啦吼。那么因的评估啦吼，就是感觉讲吼，这个整个的消费市场吼，因为安怎呢？中国大陆50%或60%的人啦吼，伊大部分的资产拢放伫房地产，这两化吼，大家想法拢共款啦吼。咱啊租厝也是安怎拢无较稳安尼，一定爱去买厝。所以每一个人身躯顶吼，拢含银行有迄海的薪酬啦，吼，一个排拢排20-30档的即个贷款啦，吼。那所以呢，因的资产拢伫房地产，啊，拢伫贷款顶悬吼，白甲死死啦吼。但是因的即个啥医疗啦吼，啊，甲其他尤其是教育即件代志吼，即个消费呢不断的攀升啦。啊，伫这个情形之下呢，等于讲伊这个医疗老人嘛吼，啊囡仔这部分就是教育嘛吼，啊两头一个北去了吼，大家吼搁派贷款啥，等于伊会当去动用这个啥个人的理财的空间吼，变小，已经差不多拢无去啊啦，吼，所以整个市场的消费信心啦吼，变得安怎呢？非常的紧，迄个啥？足暗的啦，足缩的，足紧张的，大家惊嘛，吼，唔敢去下，所以这个啥影响介大的问题，就是伊的内需市场的问题啦，吼。啊，你过来搁一项代志就是讲，因改革开放到近啦，吼，啊，厝里呢该买电器啦，买该买啥有诶无诶啥吼，拢差不多拢买有啊嘛，吼。啊，因所有的这个制造业吼，包括冷气、电视啥吼，其实20了足俗的呢，吼，非常的俗的。啊！但是遮俗若无人，大家拢袂去换新的，你听有无？大家拢做少了物件的啦，吼，两方拢共款啦，吼，所以拢无更新设备，所以因最近就是拢咧推广哦，迄个更新设备吼，啊，大家当来换新啦，啊，来扩大内需啦，吼。但是我相信这有那有限啦，吼，所以怎啊把它死死的这个情形之下，吼，那个当然袂当乐观啦，吼。啊，毋过咱台湾人吼。咧看这件代志的时阵吼，那个大陆的经济无好吼，是毋是对咱就是有利的？我感觉唔通伤过，算讲安那来讲啊，伊无好啊，咱就好安尼吼。这个想法是，我感觉无啥事实的吼。那么等伊无好到一个程度啦，真正讲无好到一个程度的时阵，伊需要一场战争吼，来化解内部所有的问题吼。吼，这是咱台湾人爱家己。吼，是讲要安怎吼？伫即个中美的大局内面吼。啊，延续到头老师你所讲，那即个时阵，川普就甲伊讲，来，吼，你着下我以安尼来讲。但是川普甲伊讲的代志，敢有通挽救伊中国内部的即个经济情形？
我看是安尼啦吼，川普会袂去救伊啦吼。对啊，伊袂去救伊啦吼。目前看起来啦吼，但是未来变数吼，我感觉。但是可能啊，大家也想讲，莫要甲放互倒啊，伊放互倒，全世界拢害啊。无毋对啊，川普这个人诶，无确定性足悬啦，吼，让你猜不住啦。但是咱嘛无可能讲，我超工无爱甲你救，啊，甲我讲叫阿公，我才要甲你救，你无可能啊。可能啦，吼。那你这个情形之下啦，吼，咱迄个啥呢？大陆有另外一个经济学家啦，吼，伊就讲这件吼放这10条出来，这是牛市啦，吼，牛气冲天啦，搭起来安尼啦，吼，啊，熊市的拍落去的吼。一共这是牛市啦，但是我们要当慢牛，不要当疯牛啦。吼，爱做慢牛，卖做小牛。吼，安尼啦。那所以伊对这个人大审查通过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化税的这个方案吼，伊感觉这是对牛市大陆的牛市吼，注入了一个力量。但我感觉这个话我听起来，敢像咧注预防针的感觉。不可能啦，吼。啊，那但是迄个我相信啦，吼。就是讲，伊都有咧做人，吼，啊上无伊有放利多的消息嘛，伊毋是讲放伫遐趴远吼，无咧管安尼吼，这比啥拢较好啦，吼，啊而且这目前看起来，老师的意思讲，你有悔改安尼就会使。市场的反应虽然无介好啦，吼，有限啦，吼，但是那个总是它有一个力度哈去介入哈，这也是一个一时的一个方案，阶段性的方案吧。是。王老师按照看，大家分几个层面哦。第一个是，我们会诊呢，看一下，我们大概会诊了那个11家法人，现在对于关税，川普的关税对中国的冲击，大概平均起来是1.6，假设在60%的关税的底下，那么1.6是对中国啦，会下降。那么明年我们会诊了23家的法人，明年的平均大概是4.5，所以换算起来，明年如果60%关税下去，中国经济只剩下3%左右，甚至不到3%。那么现在是以60%的基准去算哦，川普说是60%起跳到100%，那如果还有绕道像是经过墨西哥生产的。也要扣100%，然后去美元化，他说也要扣100%，所以这样下去，中国大陆经济当然会有很大的风险。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说会不会和解？我觉得大概分作2块，第一块是说，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很难和解。如果大家回溯到2018年开始，他们吵了大概1年多谈判，两边都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就是只有蔡老师说到那个第一阶段协议，那只是采购。那对于什么智慧财产权保护、市场准入都，然后国有企业那些都拖在后面。讲袂准家，甲因讲会好。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说，两边的问题是，一边说的中国做不到，川普说的中国做不到，啊，中国答应，川普也不相信。你比如说你看到。市场换技术，他说我没有啊。老师，啊，还有人讲吼，讲中国还佫一招，你美国的这个国债吼，我中国上济，我下性命吼，我拢甲你弹出来。这是错误的观念，其实这已经是错误观念。在2015年、16年那个811汇改，那人民币有一波重贬，那一波重贬的时候，人民银行是有跟美国的财政部说我要抛售国债来稳住汇率，那美国财政部在那时候允许他抛售在2到3千亿，那人民银行最多持有的时候大概是1兆美元，等于抛了3成，你看美元有动吗？也没有啊，那时候没有，所以对于美国来讲，它对于上811汇改是一个压力测试，如果中国大陆真的抛售美债。那美元市场会不会受影响？从2015，所以老师就评估讲，你过来三峡，我美金我是稳当当。嘿，那现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中国学者在建议说，我就人民币贬值有利出口，可是现在会有个问题就是，
在2019年的时候，川普也把中国大陆纳入汇率操纵国，那个代价是什么？继续加关税。过来，对，再加一波关税，所以刚才说到60%，中国大陆只剩下3%。那如果这额外的这些关税下去，中国大陆经济大概很难好。老师，你算做悲观派里面上悲观的。也没有悲观啊，就是很多数据堆叠起来。对啊，这数据告诉我们就是这样。不过老师，你有同意讲，中国上好卖大乱，中国那大乱天下就跌大乱，干样？当然我们相信，所以我刚才说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中国大陆真的快崩溃的时候。经济崩溃的时候，美国一定还是会救了。那可是这时候呢，就替咱台湾出去。我觉得几率越来越小。从这次的10兆来看，他连100兆都不敢印了，他怎么会打台湾？他自己印钞票都不敢了，那怎么会把额外的风险导入到中国内部呢？他自己印钞票，现在10兆应该都不会有任何问题啊。是一种想法的吼，对不对？有经济啊。我是感觉讲吼。中国只要若卖伫遐颠，我是老大的吼，我做好起来，全世界拢会听我的。其实伊若卖颠这款气口吼，川普起来其实袂对伊介强势啦吼，因为咱看讲前一遍川普袂当连任嘛吼，最主要是伊伫第一任的这段时间，其实中国耀武扬威。互伊看袂过，互伊忍袂掉，尾也搁一个 COVID 吼，互伊气甲讲，你著针对我吼，甲我武甲，敢若像即个中国的病毒是要引起世界大战，即种气氛。但是我感觉习近平伊非常了解讲，川普这边搁赢搁起来了，伊若卖伫遐耀武扬威，卖伫遐颠老大的吼。伊是较安全，所以我无遐尔悲观。我感觉伊做这个手段，包括用10条要救伊家己的经济，吼包括搁要解决伊这国内这民生消费的问题，包括降利息降这个存款准备搁要解决伊的房地产伊这的这个烂尾楼这代志，伊加的莫咧烧啊，所以川普伊搁较白伊嘛袂讲啊，你中国遮尔啊歹，我甲你打好死。我感觉这个情形，伫这段时间应该是袂发生。所以中国伊即马10条搁一寡政策，伊是咧温火慢炖啦，就是讲，互伊的国内经济好，豆啊看有淡薄仔起色无。所以这段时间对中国来讲，伊内部的问题是较重要。伊无需要讲我安尼欢迎外资拢来啊，因为足侪人嘛无爱去嘛知影讲即马即个投资的环境无介好，所以这段时间我感觉包括人大所推出来这个政策，拢是对伊内部。伊袂搁伫遐耀武扬威，讲世界听我的，我要主导这个世界经济，我要一带一路，我要创啥？我感觉这个情形，伫咧川普上任个头这段时间，中国应该拢袂做，所以这是伊维持伊即马内部整顿，互伊有元气的一个方法，一个时间啦。所以我无遮尔啊悲观，我感觉会豆豆伫遐温水煮青蛙，有一寡有一寡经济即个问题，豆豆伫咧内部解决。是，我要来请教蔡老师真侪人有咧讲中国的经济是安怎？会变出这个模样敢若90年代、80年代末期的这个苏联啦、罗西亚，就是世界上无一种制度经济上敢若南韩，政治上敢若北韩，这个完全会精神分离，这是头一个。第二个，就是整个中国太过注重着 GDP。所以呢，地方政府下死命去做基层建设啊，基本的基础建设啊，安怎下死命无注重民生，尤其他拄苏老师讲的什么，这个健保啦、社会福利啦，尤其中国即马个老龄化愈来真可怕呢，马上就要变超高龄的社会。我要问的是讲，中国哪会不爱想讲
我规气发钱，互人民去开消费券，互伊去开甲看经济较救会起来，这敢是一个方式。第一点就是讲，主持人都要讲到第一点啦吼，就是讲全世界你敢有法度找到一个讲政治上哪像北韩，啊经济上哪像南韩，哪有法度找到南韩参北韩早就统一啦。我要讲就是讲，其实美国过去真侪国家都希望甲中国引入来国际市场，透过这个自由贸易，透过这个市场的机制，慢慢啊，互中国吼行向民主化。啊，但是到川普起来，大家就看到讲，这个100%无望，命无望，伊甚至后一步有可能想要取代这个美国，所以这个情形是无可能发生的。任何一个国家拢真注重所谓的这个经济的出口啦吼，包含伫咱即卖台湾、南韩，甚至是这个日本。不管你是内需型的，还是日本是内需。因为这就是你主要经济成长的来源嘛。重要是讲你注重这个出口以后，你有法度互你的人民的就业，这个就业增加，人民的就业若增加。啊，国家若有趁到钱，伊就会当开始去做这个基础建设。所以其实中国去做真侪袂歹基础建设，嘛毋是毋对。有问题的所在是伫伊这个基础建设做好了，伊并无改变伊这个市场的机制，互较侪厂商愿意入来中国投资。你若要着讲你的这个厂商拢袂入来投资啊，啊你甲起遐好的基础建设要创啊，就变成盲仔建设啦。就变无人使用，所以中国目前面对着这个问题，其实大家若有印象吼，因伫顶一件捌讲要透过这个内循环去带动这个外循环，啊，这就是有当想济，因为过去伊真济。老师，我讲消费更想济。对，伊过去伊有这个内循环，是因为伊有外循环，因为伊有遮济出口，伊较有法度创造遮济工作机会。有遮侪工作机会，有遮侪外商来到中国，伊较有法度互遮金融的服务业，有互遮会当讲利润较悬的遮服务业，愿意来台湾，愿意伫中国来投资，愿意伫中国来做较大的市场。但是你若遮的就业拢无去，遮的外商的出口拢消失去，你的就业就无去啊！你的就业无去，啊，你的人民的所得自然就会降低。那伫即个情形之下，咱看到伊即个少年的即个事业都一直咧升悬嘛，对无？咱看到伊即个咱咧讲消费者的即个消费的指数，生产者的即个生产的指数已经第25个月拢已经出现着下降的即个趋势。即个生产者的物价指数是非常重要，因为伊咧看的是你即个物件吼出厂。对你的工厂出来了的这个价效，啊，你出来的价效若一直降低去，代表啥？代表这起草就做歹的嘛。啊，所以你看你伫需求的部分就一直无法度起来。需求若无法度起来，回答主持人上尾啊，想要问的迄个问题，你国家家己安尼黑白开，我规划互人民来开，歹势吼，人民知影你国家就有一点仔即马较低落，较无法度。伊袂讲怎，互你发钱，我怎摕来开互掉？我怎欠起来？嘿，因为伊感觉你若后壁甲愈无步数的话，你若真正绕开，人讲绕开步前底，你就根本已经无后一步的步数啊！啊，我人民来咯，我爱自救啊！我爱自救的，我就甲这钱欠起来，因为我对着未来我是悲观的嘛，我有可能无像即个拄则咱讲王研究员遮悲观，我参玉金子啊，共款悲观就好啊。啊，嘛是悲观啊，嘛是悲观。我只好甲钱欠落起来，因为中国遮济药的即个人口，伊会当发互你偌济钱。啊，我摕到钱，我当然是慢慢啊开，欠啊开啊。因为拄则咱苏老师嘛有讲到，因为我即马老人变济啊，我需要看医疗的需求拢变悬啊。中国是无像咱台湾有健保呢，因的医疗支出是愈来愈悬的。啊，面对着即个气候变迁的即个环境，甲出现着啥物病毒，大家是毋知影。所以我感觉伫即个部分，若发钱嘛是一种方式。你讲发钱有效无？减轻咱人民的痛苦是有效啦。啊，若讲要
嘛，那讲要互中国的这个经济甲再一遍的反应，这是无可能的。那老师哪是你呢？我进前几日吼，看迄个瑞士信贷银行吼，伊对明年25年啊，甲后年26年吼，对大陆的经济的成长吼，伊25年是算4%尔啦，4%尔。啊，26个较低，吼，所以差不多每一位在座的来宾吼，啊，甲瑞士信贷银行的看法吼，基本上是一致啦，吼。这是未来的几档内面吼，可能拢无法度通改变的一个趋势，吼，这个趋势里加。那川普呢，还未上台的，吼，伊要变啥物？这个手段要推出啥物政策，也佫唔知的，吼。所以，这件因这个人大通过这10条，吼，是主要是对家己过去吼啊累积吼以来的这个问题呢，做一寡迄小套啦，吼啊。正讲要搁去因应川普的吼，还未出台的，吼，因为川普还未出手啊，吼，所以我看啦，吼，我看2项代志啦，吼，第一啦，吼，第一就是这个啥呢？这个川普呢，伊可能吼一心一意啦，吼，用高关税吼，要来重建呢美国的产业，吼，产业吼，就是讲那个斩断红色产业链吼。要那个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美国产业链哦，这件代志哈，伊上介重要啦。那说的呢，大陆吼哦，足侪物件拢三菱贵升啦吼，像锂电池啊，像这个太阳能板啦吼。那但是伊这个物件生产过量了，伊怎无对通销套啊，卖袂出去啊，吼。所以大陆的电动车吼，有当时啊看到会惊呢，靠遐俗的啦。啊，俗到安尼敢通买？对啊，感觉怪怪的。袂使啊，袂使啊。我捌坐过啦，吼，那个品质佫袂歹咧，啊，但是总是有一种还没有习惯的那种感觉，哈，这样子。啊，太阳能板呢，你不要小看他们啦，吼，因大陆的，就是地大物博嘛，吼，啊，要安那，伊的沙漠足侪的人，吼，所以太阳能板伊的沙漠，规个拢，全部拢啊砍落去了，吼，遐电就开始在咩咧发啦，吼。所以，以这样怎样会符合哈欧洲那个减碳的2025年的这个怎么样呢？这个绿能的这个要求。RE100。伊怎样会当拄好会当符合迄啦？啊，但是美国呢，伊是要退群的哦，哦，伊过去已经退过啊，哦，啊，所以伊这个啥呢？伊要减轻美国本土的产业的这个啥呢？环境成本，好，绿能成本，好。你这个代志顶悬吼，说美国含欧洲，吼，美国含中国大陆，吼，这三卡内面，吼，这到底到尾会产生一个什么款的动态平衡？吼，一时半刻哦，我还未观察出来，吼，但是川普还未出手的哦，也未上台。带你上台哦，王老师。我回答从那个主持人一开始的问题，有没有国家是北韩，然后又发展还不错的，像南韩？有啊，就是经济早期的中国嘛，它是靠工业需要管理，所以可以看到中国在早期经济飞腾。可是习近平上来的差不多时间，服务业就超过工业。服务业就像我们的这次得奖诺贝尔经济学奖那3位得主讲，B 这东。嘿，要开放，要民主。你服务业你去管，你那个不能讲话，要被抓起来管，那哪有创意？你都不创新。嘿，所以他为什么要习近平讲说要脱虚向实，再工业化，我要再回到工业时代。所以他的服务业内需一直做不起来，也就变成今天中国大陆经济空转的原因。那另外一个再延伸出来就是消费券的问题，确实也是我们。不止主持人，也是我们业界很关注的重点。2个良方嘛，第一个是打消库存法，第二个就是发消费券。那么针对消费券，习近平已经讲话了，这会养成懒惰的人。社会主义，我们中共是优秀的，不可以养懒惰的人。所以有发，比如说像上海有发消费券，可是它的消费券有点像我们的折价券。就是先开外税，再用安尼。对，可是现在中国大陆问题是，
大家不是不愿意花，而是大家没有钱。如果你不愿意花，有个消费券，对吧？折价券我去花，然后折。可是现在大家没有钱，连那个1000块都掏不出来的时候，你说后面再折给我，所以为什么要发消费券？你拿着这个1000块，你再加个100块，就有带动效果了。所以他连这个都不愿意做，那么就很难看出来中国大陆经济会有起色。那最后一个，我们这边谈到说，这里就是2个观察，我们自己在观察中国后续的标的。他会不会拿钱出来救库存房、收购，或者他会不会消费券？我中央政府买起，或者我要不要发消费券？如果这2项都没做，你就不用期待中国大陆经济会好。如果中国大陆经济不会好，那股市基本面不好，那股市也不会好。即马大家都唔通入去，变后来变出股财咯。现在能够撑持，你要回去这1年年初的时候就有股灾。股灾之后就开始就是蔡老师讲的管东管西的，禁止放空，然后禁止跑出去，然后一路股票回购，然后撑到3000多点，然后到923之前就跌到2700，啊，现在因为再一波拉上去，那这波为什么会拉上去？有一个很重要2个东西，一个叫做股票回购再贷款，另外一个是股票互换便利。讲白了就是人民银行给银行钱去买股票啦，是啊，所以能够撑到现在。唔才会讲唔通入去，这跌落小等呢变做股财，叫挂去。对啊，其实吼，大概是因为你咧做投资吼，拢是且战且走嘛吼，看一步看一步。敢若像习近平要解决伊内部的经济问题，提出10条嘛是一步看一步，就是遮老费啊，即个药啊，甲用咧即马暂时袂老费啊有效安尼。所以吼，咧看中国的遮个经济吼，我是拢是较惯是对即个大商佮外资吼，因诶即个行动来去看。因到底即马安怎判断？对，为什么？因为大家戆人吼，无讲啊，我摕钱伫遐做公益，讲啊，我开餐厅，大家来食吼。敢若像顶一遍我有讲，即个鼎泰丰吼，鼎泰丰毋是10几间伫咧即个中国收起来，但是即个头家吼杨致华，伊去纽约啊，所以我讲大家较看好美国，但是伫咧中国吼，最近有5间，有5个所在，个即个推出讲叫做刘家燕，然后就是即个大成长城的公司吼，伊嘛是搁继续开，感觉讲中国的消费市场，11住行的消费市场是原来是有，搁有希望的。包括大家爱安怎观察，外资内面伫咧中国做上大的，我感觉应该大家爱看特斯拉。吼，大家若像遮尔啊散，遮尔啊艰苦，啊特斯拉是要袂上，遐尔啊对因来讲，遐尔啊贵着。所以吼，你看马斯克这边，因为伊是川普动算的最大赢上济的人嘛，最大赢家嘛，吼。但是伊伫咧上海这个超级工厂吼，继续咧起，继续咧做大，吼。所以若讲中国遮尔啊歹，吼啊，伊参川普的关系搁遮尔啊好，啊，习近平讲啊，我不爱互你踮上海开工厂，啊，甲缩起来，毋着了做大的。但是袂，你看起来是即款的代志袂发生，所以即款的代志袂发生。特斯拉伫咧上海即个超级工厂，伊所生产的物件，包括伊即摆要做储能，吼，伊做出来成绩，若是成长的，吼，毋是直衰退，直退步，退步甲讲啊，特斯拉伫咧上海做出来车，都已经无即个销售量，吼，就是卖出去的即个量大幅拢减到无人，那甲拢无人要爱，安尼就是危机信号。但是我感觉即马数字看起来是抑个介正常，有较歹一撮啦。但是安尼就要搁观察。对，所以我感觉是咱来看即个大商，看即个上大的外资。